彰化溪州乡顶个月出现一个贼仔，伊是专门甲抽水的莫大的电线夹掉，即马已经有9个农民受害。警方调监视器锁定一个姓林的嫌犯，目前已经甲移送法办。电线器加歹去，抽水莫大拢无法度碰。彰化县溪州乡东洲村公路一带的田园，10月间陆续有10位抽水莫大的电线器偷家，受害农民初估有9位，大家只会当赶紧安排水电师傅来处理。像安尼来加去吼，都造成咱这农友就真无方便，因为这站吼当咧满水池吼，当咧需要水，那个透早要来开水，这个才发觉到讲莫大袂行，即嘛爱搁叫水电师傅来甲咱接电，无这电咱家己也毋敢接。要来接，他拄啊有一个农友问，干那接车讲开了爱收1500块。受害农民讲，目前当伫咧稻仔的收割期，当地大约有6公顷左右的稻田，因此无法度抽水灌溉，严重影响收成。报道分局调阅监视器发现，42岁林姓男子骑客门车伫咧案发现场徘徊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所以摕搜索票到嫌犯的徛家搜索，当场查到犯案工具刀仔甲虎头影共2支。在调阅监视器影像过程中，发现一名身着黑色上衣、骑乘脚踏车、满脸胡渣林姓男子，研判犯罪嫌疑重大，前往林姓男子住处搜索，当场查获犯罪工具、免光刀及虎口钱2把。警方估计农民损失金额大约1.6万块。专案以窃盗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，后续针对管区加强巡逻，也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犯嫌，马上报警，警民合作阻止不肖人士犯行。记者彰化报道。